跑步咧，與其你話係一個興趣，我覺得係一種態度。跑步咧，從來都唔係容易嘅。跑步嘅過程咧，係唔舒服嘅，直至到你跑完為止。但跑步咧，可以預備你面對生命唔同嘅挑戰。所以今日係25週年教會。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係 Jeff。我而家係身處於喺香港新界白石角海濱長廊。你可以見到今日咧風和日麗，海天一色，景色咧係非常之優美嘅。嚟緊10月1號，我哋將會喺呢度舉辦我哋第一屆大中華10公里主日崇拜。好希望到時可以見到中港台嘅弟兄姊妹一齊踴躍參與。今年嘅賽事分開10公里同埋5公里。10公里嘅起跑時間係上午嘅8時30分，而5公里就係上午嘅9時正。香港嘅弟兄姊妹同埋你嘅子女可以上香港基督教會嘅網頁報名參加，而參加大中華單身人士會議嘅弟兄姊妹就可以喺報名嘅時候填寫你參加嘅項目同埋個人資料。當日會有專車從會場送各位參賽者到香港嘅起跑點，其餘內地同台灣嘅弟兄姊妹可以直接向教會領袖報名。希望大家唔會錯過一個可以鍛鍊身體又咁有益身心嘅活動。不如而家就同家人同埋弟兄姊妹一齊報名，做足準備，到時喺香港見。